無盡天空下。有一日，有兩個小朋友喺屋企入邊攞咗啲生果同埋奶類製品，跑到去郊外嗰度玩，喺嗰度野餐。而喺嗰個年代，仲未有保存食物嘅方法，佢哋兩個人睇住食剩嘅嘢喺陽光之下慢慢咁溶咗，同埋壞咗，佢哋竟然一啲辦法都冇。後來呢兩個男仔上咗中學，佢哋依然都係好朋友。有一次，佢哋沿住冰封嘅湖邊喺度散步，其中一個男仔叫陶德，佢就問另外一個朋友，佢話：喂，你仲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屋企入邊攞啲嘢出嚟食，跟住啲嘢全部壞晒啊？另外一個男仔話：梗係記得啦，好可惜嗰日食剩嘅嘢全部都要抌咗咯。陶德咧就指住湖面喺度講啦，佢話：呢邊度都有好多個冰啊！朋友就話：呢度嘅冬天四周圍都係冰噶啦，有啲咩值得大驚小怪？喺呢個時候，陶德好興奮，佢話：喂，點解我哋唔諗下將嗰啲冰收集起嚟，然後運到炎熱嘅加勒比海嘅嗰啲港口嗰度銷售呢？嗰個朋友仔聽到之後就喺度笑：你唔好傻啦，嗰啲冰啊未去到已經溶晒啦。係陶德嘅光依然注視住湖面上面嘅冰，就咁樣過咗幾年，亦都係公元106年。喺呢個時候，陶德已經21歲，佢再次揾翻佢當年嘅朋友，想同佢傾下自己有呢一個做買賣冰嘅 idea， 問下佢肯唔肯合作。但係呢個朋友依然再一次拒絕佢，並且勸佢唔好異想天開。後來喺其他人嘅資助之下，陶德花費咗1萬美金，將130噸嘅冰用船運咗去酷熱嘅馬提尼克島。之後，陶德喺15年嘅時間入邊，將冰嘅生意做成咗頗有影響力嘅行業。有船所能夠到達嘅地方，冰都可以去得到，亦都造成咗好多人對冰鎮飲料，亦或者係冷藏水果、冷肉類嘅需求。到公元1858年，陶德將15萬噸嘅冰先後裝上380條大船，運去美國、中國、菲律賓同埋澳大利亞5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而陶德亦都因此成為世界冰王同埋億萬富翁。陶德呢個做法後來引起咗科學家嘅啟發，終於冰霜面世啦。而當年陶德嗰個朋友依然過住普普通通嘅生活，佢冇諗過必定不時嘅冰會成為一個人嘅夢想。所以話天才同埋常人嘅區別，或者就係在於一對眼睛、一顆心。對於一啲事物，有啲人只能夠睇到表面，想到目前，但係有啲人卻能夠睇到內涵，諗到以後。所以我哋做人要擦亮我哋嘅眼睛，打開我哋嘅心，去迎接生命之中每一個機會。如果我哋肯咁做嘅話，相信我哋一定能夠迎接成功嘅曙光。柔情難記，不必凄愴，茫茫情海你莫彷徨，情緣如難赴託，為何情深一往？何必惋惜悲傷，何必苦楚淒愴，何用落淚惆悵，看滿眼春花正香。地
長山川壯，愛已因不管風雨狂，未為崎嶇山路長，愛會再重到愛過早晚西窗，似冬青不怕風霜，兩心好比秋月望，我盼你會有真愛，愛的花榮芬芳，柔情難記不必凄愴，茫茫情海你莫彷徨，情緣遇難苦痛，為何情深一往，何必惋惜悲傷。手執一篇好文章，就好似一杯好茶，可以細細品嘗。好茶好文章，梗係要同你分享。張開眼睛見天晴。琴日咧就同你講咗一篇好有趣嘅文章，就講男士嘅標準高度。今日要同你講嘅咧就關於太太同情人嘅區別噃，有噶，有分別噶，聽下。男士咧對太太咧嘅要求就係日日都要佢煮飯，但係對情人咧唔使不特止，仲會日日請佢出去食飯。對太太嚟講，你起身起得幾早都好，佢可能都話你懶唔夠早，唔肯幫忙。但係相反，情人就會埋怨你點解起身起得咁早，咁早就要走啊。同太太出街坐巴士都要買最普通嘅飛或者係最平嘅飛，同情人出街就算租一架豪華嘅大車房車都覺得唔夠體面。當男士生病嘅時候，太太會淚眼婆娑咁樣為佢捱夜照顧佢，同佢抹身，俾水佢飲，俾藥佢食。情人呢就卻只係送一束輕飄飄嘅鮮花，仲會抱怨點解咁耐唔嚟睇佢。有人話太太嘅外表就好似係廣東嘅叉燒包，外面唔係咁好睇，但係好嘅味道全部喺裏邊。而情人就好似裝潢精美嘅月餅，價格雖然好貴，但係唔係話真係好好食，食多咗會好厭、好滯、好膩、好漏。太太就好似黃金地段嘅旺鋪，越用就越值錢。情人呢就好似一部電腦，買翻嚟嘅時候價格好貴，出咗門之後即刻跌咗一半，越用價錢越至舊得好快。太太就好似一杯白開水，雖然冇味，佢係身體最需要嘅飲品。情人就好似紅酒，飲起嚟好有陽氣，但係又唔可以止渴，又唔可以填飽個肚。太太就好似一個錢罌，雖然你經常擺錢入去，佢係有穩定嘅回報。情人就好似老虎機，將你大沓大沓嘅銀紙吞咗落去，有陣時連多謝都未必會講。太太就放喺屋企入邊，情人就放喺眼入邊。太太為咗家庭會任勞任怨，情人係自由來去如風。所以太太就好似母親咁樣，佢不停會關照你、愛錫你、照顧你；而情人呢，就好似自己嘅仔女咁，係調翻轉，需要你嘅照顧、你嘅呵護。呢啲就係太太同情人嘅區別，你認唔認同啊？不管為何，沿途如何，他都常來。鐵和石也可割破，這是過山的河水。
時流流流，不管蹉跎，為留日滔滔大海，方會安心而存在。不管為何，沿途如何它都長流，我懷愛那些愛，也像這一江河水。永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現是昨天相愛，都也因你而存在。若你雙眼是深海，你已經浸沒我。誰令我現能去愛？你已否知道愛？我感激我們遇見在今生上。如海，你那臂彎融會結合我，剩我在內。若有天要被分開，我願心也踏破。萬法日流向你，你會否等我麼？你可知每凝望你，便彷彿像河看海。你那暗湧如在叫喚我入夢，怎可不奔向你？天空平時雷霆來時它都長流，似懷着某種意志。這是過山的河水，它奔馳流流流，始終堅持，為流入滔滔大海，方會安心而存在。天空平時，淚愛時它都長流，我懷內那些愛，也像這一江河水。永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馳。現是昨天將來，都也因你而存在。若你雙眼是深海，你已經浸沒我。誰令我現能去愛？你已否做麼？我感激我們遇見在今生上。你那臂彎融會結合我，剩我在內。若有天要被分開，我願心也踏破。尋辦法又流向你，你會否等我麼？你可知每凝望你，便彷彿像河海。你那暗湧如在叫喚我，喚我入內。怎可不奔向你？細水長流，梁漢文。感情當然要細水長流啦。任何人每一個夜晚都只能夠瞓一張床。的一章。
我曾經聽過一件咁嘅真事，話說嗰位男士同時間患有多種嘅疾病，慢性腎炎啦、尿毒症啦，同埋糖尿病。喺1931年8月4號《紐約時報》嘅刊登醫療公報入邊，話呢個病人就好似喺危險嘅海峽中航行嘅一隻船，或者可能安全通過，或者可能會觸礁。而喺10月13號，佢成員終於觸礁沉沒。為咗寄託哀思，當其時嘅美國總統下令，一切並非必不可少嘅電燈都要熄滅1分鐘。而喺呢1分鐘入邊，美國就仿佛翻返到煤油燈同埋煤氣燈嘅時代，由東海岸到西海岸陷入一片黑暗。至於嗰位男士係邊個？佢就係發明電燈照亮人類前進道路嘅人，偉大嘅發明家愛迪生。其實純粹係一個巧合。愛迪生死於1931年，而我個叔叔亦都係死於1931年。不過我個叔叔自細就有小偷小摸嘅毛病。當時民風古樸嘅鄉村，佢喺人哋心目中簡直係害群之馬，整個家族都因佢蒙受莫大嘅羞辱。而當其時嘅族長盛怒之下，叫人將佢隻右手斬咗落嚟，並且將佢趕出村。1931年嘅冬天，突然間有一班土匪入咗村，佢哋綁走咗3個細路仔。臨走之前，佢哋話想救翻呢3個男仔，就要用100個大洋。嗰啲村民聽到之後，個個都嚇到傻咗，然後各自翻屋企，馬上翻箱倒籠。於是求救100個大洋，但係佢係冇人敢去呢一班土匪嘅巢穴嗰度贖人，因為嗰班土匪窮兇極惡，殺人唔眨眼，話唔定錢佢哋收埋，細路仔佢哋又唔放，就連自己條命都可以冇埋。咁嘅話，又邊係有人夠膽去啊？而喺呢個時候，我跛咗手嘅叔叔竟然偷地就翻嚟。佢話佢願意去贖翻嗰班細路，條件就係家族嘅人必須再次接納翻佢，俾佢翻嚟住。族長聽到之後應承。而第2個夜晚，嗰3個細路仔竟然好安全咁樣翻嚟我哋嘅面前。不過我個叔叔冇翻嚟。果然嗰啲土匪收咗錢之後唔肯放人，佢哋要叔叔同埋嗰3個細路仔留低幫佢哋做嘢。幸好叔叔早有準備，佢趁住幫嗰班土匪煮飯嘅時候落毒。為咗避免引起懷疑，佢當住班土面前每樣餸都試咗一啖。呢一件事當然無論喺正史或者野史入邊都唔會揾到任何嘅記載，因為呢一段唔算得上係乜嘢驚天地泣鬼神嘅壯舉，充其量喺我家族之中曾經引起過一點點嘅震動。但係因為叔叔死於愛迪生去世嘅1931年，呢個偶然嘅巧合令我有無限嘅感慨。當然叔叔冇半點資格可以同愛迪生相提並論，一個就好似靜夜匆匆掠過天邊嘅流星，了無痕跡；另一位嘅名字即燦爛到好似行星，從幽遠嘅人類歷史深處發出光亮，照耀溫暖住我哋。但係我經常喺腦袋之中勾畫起叔叔嘅樣，懷念呢一位身份卑賤嘅先輩。佢生前口碑極差，但係到最後佢竟然挺身而出，夠膽深入賊匪嘅巢穴救人。佢為嘅只能夠重新獲得家族嘅諒解同埋接納。不過喺我心目之中，佢嘅形象並唔會比愛迪生遜色好多，因為我覺得幫助一個人嘅人同造福整個社會人類嘅人都係同樣咁偉大。
漫长的苦楚。浪子回頭金不換，李明德先生《流浪者的獨白》。陣間喺社區消息之後咧，準備同你傾電話噶，電話號碼4687015540。你有冇嘢想揾人傾下噶，或者有啲乜嘢想同阿姨先講啊，甚至乎揾翻隻歌聽下都得噶。4687015540，喺社區消息之後同你傾電話。為你點唱，共你分享，不分早晚，伴你兩旁。1:12，現時嘅室外氣溫咧就係10度，今日最高嘅室外氣溫係15度，而今晚咧會回落至6度噶。呢幾日 OK 啦，有陽光有雲，但係到星期日咧有機會落雨噶。電話號碼4687015540，呢度係 A1 中文電台。喂，係你係Florence 你好，魏醫生啊，係你好，食飯未啊你？食咗啦，你咧？你仲未食嘅？我梗係唔食得啦，呢個鐘數食咗飯咁邊個講緊嘢？唔得，唔可以食嘢住咯。係啊，我上次簽名會嚟一次過俾6隻 CD 俾你簽嗰個咧。係咧，有啲
我話我個女好中意聽你節目，我話咦嗰個姐姐咧，你話唔係姐姐姨姨啊嘛，我哋個女女咁細，點會叫我做姐姐咧？咁你個樣真係幾靚噶嘛？啊唔係，你咁講，你梗係同我企得即係距離遠咗咋？你試下近啲啊，仲有試下即係你睇清楚啲化妝品底下嗰啲樣咧，咁你就知係咩事噶。都唔係啊，不過你好 nice 咯，好多人都話你好 nice。我都冇嘢嘅，我成日覺得啲人都對我好好啊，我覺得即係啲人都好友善啦對我。咁我覺得係應該噶。同埋尤其你做呢一個工作咧，如果你淨係擺架子啊，又覺得自己好叻好巴閉啊，不可一世啊，咁啲即係人哋真係會反感。你唔好話人哋反感啦，如果一個人喺你面前咁樣，你自己都反感啦，即係咁咯。所以我覺得做人咧最緊要即係大家好公道嘅，即係你對我好時，我對你更加好咧，咁啊大家都開心噶啦。係啊，因為咧我老公我媽咪佢哋好中意聽你節目，我媽咪翻工又聽，我老公翻工又係聽節目。哦係咩？你最近咧有個聽眾啦，嗰日都有嚟嘅簽名會，一個好好嘅聽眾啦，佢係將我啲節目咧，佢即係錄起晒啦，然後就剪晒啲廣告，跟住咧就擺自己整咗個 link 出嚟，就擺咗上去咧，就俾人聽。咁佢雖然佢未必會日日都齊，但係佢盡量做啦。佢同我講，咁啊做俾我做咩咧？咁原來係做俾我做生日禮物嘅。哇！咁於是我就 kick 入去啦，真係聽到自己做節目好得意啊！就係冇晒廣告嘅咯，佢剪接過晒啦，全部。哦，即係我覺得佢嘥好多心機啊！淨係得啲 story 咁樣，唔係，係有埋播歌部分，乜都有嘅。哦，淨係冇，即係成個節目都有喺度，只不過佢就剪晒啲廣告走咯，咁樣咯。哦，咁我覺得佢係需要時間做呢樣嘢咯。咁又見及此咧，我知道稍後咧，我哋都會即係有個呢個時事如意生活網咧，都會遲啲都會有我哋嘅節目聽嘅，即係唔係淨係我嘅，即係譬如話黃信啊，啲鬼故啊都可以聽得到噶。哦，咁好啊！係啊，你 kick 上去都可以聽得到噶啦。咁到其時我諗會大家都開心啦，因為好多朋友都問，哎呀點解聽到節目啊？有時真係行開行埋，翻工或者啱啱老闆喺旁邊咁，有啦，有機會啦。但係個 rap 到時你就會講俾聽眾聽㗎嘛？我諗嗰個事如意生活網咧，依家係隨時 kick 入去，你係有好多嘢聽㗎。你依家入去都有多嘢聽到㗎。咁而至於嗰個聽眾個網頁啦，即係幫我做個 link 咧，我諗你就要 email 俾我 forward 俾你咯。哦，你個 email address 係啊，唔係。有個朋友咧擺咗落我個 blog 入邊添啊！哦，咁你即係 keep 入我 blog 度，你會見到呢個link 噶啦，你可以聽得噶啦。呢個 blog 嗰度，呢個 blog 係咪應該有個 web 要入去，定係打你阿爾清個名定係打？我個 blog 咧，對唔住，我都唔記得咗個網址，所以咧，你 send email 過嚟啊 ，B 藝啦 ，B 啦，嗱 NGAR 啦 at A1 Chinese Radio .ca 啊吓 ，CA，咁我跟住咧就會將呢一個link 咧同埋我個 blog 我 send 俾你啊。好啊，即係 B 跟住 I 跟住Chinese Radio A1 Chinese Radio A1 Chinese 係啦，咁啊記住就咩叫一字得咯，唔好打 ONE，就咩 A1 咁樣就得噶啦。咁我就 send 俾你啦，好冇？好，係大家開心咯。唔該晒。係咁，你要揀啲咩 performance？我媽咪想聽心太軟，心太軟 OK 係廣東版。咩版啊？國語版啊，應該係，即係嗰個小齊嗰個。係啊。OK， 好，幫我聽幫你播好冇？同埋我希望佢母親節快樂。吓，母親，你會唔會同佢嚟食飯啊？母親節。有冇機會？有冇時間啊？我仲未知道喺邊度買飛嘅，喺鑽石喜宴咯。我淨係喺嗰度買。但係其實得翻好少位嘅咋，快啲去啦，快啲去買去，到時我哋一齊玩啦。好。咁又會有好多個獎品嘅，因為每一個媽媽咧，每一位媽媽都一定有份禮物。咁同埋過入嚟咧都會有支花嘅。係，我聽到你琴日阿 Leo 講。係啊，陣間咧我會請阿 Benson， 即係Anson， 即係黃安信嘅細佬上嚟傾偈噶。稍後嗰幾分鐘之後你會聽到噶啦。好啊，好嘛，咁希望到時見到你啊。你同埋咧，想點俾阿色哥聽？色噶，色哥叫做點寫個色字？即係 JACK 積，我唔知積噶，我積哥 ，OK 積哥 ，OK， 好啦，OK， 聽日啦 ，OK， 係 ，OK， 拜拜。頭先講過啦，幾分鐘之後就會請黃安信嘅細佬，係翻版黃安信一模一樣樣噶，呢個 Benson 就來傾下偈。點解？因為今個禮拜日嘅母親節聚會，佢都會出現同阿姨唱歌啊。
情深我未Blue Jeans 加上劉憶蓮一隻舊歌。OK， 馬上準備好，我哋打電話俾黃安順嘅細佬 Benson 啦。喺5月11號晚上7點鐘，鑽石喜宴酒家舉行嘅點點心意點點情共聚母親節慈善晚宴，剩翻嘅座位真係唔多，要快啲啦！並且要鳴謝以下嘅贊助商戶：鑽石喜宴酒家、天馬旅遊、大排檔港式奶茶系列、春秋飲食集團、東方廣場、Field Golf、雅佳淨水、全美茶花籽油、阿姐靚米、Take One Studios、花店16及城市荷里活餐廳。即係咁，如果母親節咧要同媽媽出去食飯嘅話，哇！今日星期4啦，你仲唔去揾定台？真係揾唔到噶啦，去邊度食？我諗你都要訂定啊！如果到期時帶媽媽出去，要企喺出邊等成個鐘頭，就無謂啦，係咪？我哋有啲誠意，有啲做啲嘢安排先得。好啦，咁嚟緊嗰個星期日啦，咁啊點點心意點點情呢，都有一個即係慈善共聚母親節嘅晚宴嘅。咁希望藉住呢個晚宴呢，除咗可以同大家呢，即係共度一個好歡樂嘅晚上，點解好開心之外，亦都可以希望籌翻少少錢啦。咁就係呢個鑽石喜宴酒家舉行嘅。嗰日有好多嘅義工朋友啊，譬如話以下呢一位乜乜與你清晰聯繫，就係你啦，喂，係 ，hello 你好，你係 Benson 係咪？係冇錯。吓，咁啊第一次我呢同你傾偈，我係啊，你有冇緊張啊？好緊張啊，因為你係我偶像嚟噶嘛，所以哇，真係你講笑啦！你2歲嗰時候開始聽我做節目啊，唔係啦。嗱，咁啊，我講翻啦 ，Benson 咧，我第一次咧，我見你嘅時候咧，我記得係2004年喺林志美一個嘅慶功宴嗰度。咁你哥哥咧就行埋同我講啊，魏小姐你好，我叫黃安順。我係啊，我有聽你做節目，跟住我就去咗洗手。點解去洗手嘅期間喺門口就見到你？咦，點解咁快嘅？明明頭先入邊同我講嘢係黃安順，轉頭已經攝咗喺呢個洗手間門口企咗喺度，可以點樣出嚟嘅咧？咁，但係你個樣咧，當其時冇咩表情嘅，即係換言之，你係唔係啱啱同我打招呼過嚟嘅咯？咁原來我就將你兩兄弟 mix up 咗個樣啦。有冇咁嘅情況出現過好多次？啲人成日搞錯你兩個。都經常都會發生噶啦，通常佢哋會覺得黃安順平時好熱情噶，我嗰日見到佢啊，同佢打招呼啊，佢敷衍我啊，咁即係。你根本都唔識佢，係咪？咪咯，所以基本上而家任何人同我打招呼，我都好4萬咁嘅笑容嘅。係啦，都要係啦，幫下阿哥啦，即係打咗招呼先，唔係啱你話，哇，黃安順啊，好驕傲嘅，唔同人打招呼弊啦，原來根本都唔係黃安順。係啊，佢千祈唔好爭人錢添啊，真係。會追咗你玩。係啊，喂，其實你兩個真係似得好交關，我諗俾人哋嗰啲 twins 嗰啲咧，都真係都係差唔多噶啦。如果唔知道啲嘢，兩個係孖生噶。咁我又會覺得，咁我梗係覺得唔係真係好似啦。咁但係我點諗唔緊要，但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似咯。不過冇所謂啦，係啦。咁都係同一個廠出咯。咁係同埋一個牌子啊，同埋你把聲咧又好好聽啦。咁你哋錄好多呢啲嘅廣告啦。咁我之前亦都聽過你喺其他嘅場合唱過歌啦。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咁以前喺一啲公開場合咧，我聽過你唱歌。其實你係咪好中意唱歌啊？都係啊，好中意唱歌。我細細個就已經成日都喺度唱歌咁樣啊，即係停唔到口嘅。同你一個係都係嘅，不過我諗佢中意講嘢多啲咯，唱歌多啲啦。喂，但係咧，我覺得你唱張學友張國榮個歌唱得好好聽，你咪好中意佢噶？係啊，好中意張國榮，譚詠麟都好中意。即係我細個尤其是即係長大嘅時候，咩歌都聽嘅，有啲流行歌啊，首個個都中意唱咁樣嘅。咁今個禮拜咧喺呢個母親節嘅聚會入邊咧，你會唱有啲咩歌講嚟聽下？
咁咧我會唱幾隻歌啦，咁我會唱一隻咧就我其實都未唱過，我卡拉 OK 都未唱過，但係都喺我個腦裏邊咧就諗起嘅就叫一個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就係鄭伊健嘅。係啊，呢隻歌係啊，好好。係啊，因為其實佢一唱出嚟咧就好似好有啲情歌 feel 咁我唔知我做唔做到個感覺啦，咁但係咧我就會想試下唱啦。其實鄭伊健有好多歌都好聽噶，即係人哋好多人係忽略咗噶，我覺得。係啊。咁仲有咧？仲有會唱阿譚詠麟嘅幻影啦。好啊，哇呢隻歌好難度高嘅。咁如果你真係好犀利喎你。我會盡人事唱啦。咁嗰隻歌我又覺得好浪漫啦。咁因為喺呢個比較溫馨嘅場合，咁就唱啲浪漫啲嘅歌啦。咁我亦都會唱一啲快歌。咁同埋亦都會有一隻歌係送俾媽媽聽啦。其實嗰隻歌就好呼之欲出噶。邊隻？咁就你想我而家講啊，定喺嗰日唱咧？咁嗰日留啲少少伏線噶嘛，係啦，嗰日啦。不過其實唔會有啲唔會有啲咩 surprise 啊，但係嗰隻我諗相信咧好多媽媽都會中意聽。喂，你會唔會帶埋你媽媽嚟啊？會帶埋媽媽。咁即係話可以見到你哋個廠喎。冇錯啦，會見到咪廠長廠長喎。咁其實咧我都見過一次噶啦，就喺嗰次係櫻花啦，你媽媽好 nice 啦，好客氣啦，好和藹可親嘅媽媽咯。咁所以趁住呢個節日咧，我覺得應該帶佢出嚟咧，即係玩下，即係乜都唔使佢做噶啦，總之嚟玩嗰日佢惡晒大晒。咁我哋咧即係一人都會。唔係淨係嗰日㗎，平時都係咪？但係嗰日咧就更加要送一啲花同埋啲禮物俾佢哋咯。我覺得平時都佢好錫佢，希望嗰日咧更加俾，即係佢俾佢少少覺得有少少同平時唔一樣嘅，即係咁樣咯，係咪？咁嗱，聽日我哋要彩排㗎。係冇問題啊。你會嚟啊？嗬？會。我哋帶定飯盒啦。好啊。因為都冇乜機會出去食到嘢，咁我想我聽晚我都會上就係你哋住嘅嗰邊啦，即係會問你係咪嗰頭啊？我哋。係應該係喺嗰頭。係咪？你知我唔知訂噶啦，到時我分鐘要打電話去問路噶嘛。緊要你乜隨時問我啦。好啊，咁好多謝你啊！咁希望嗱，聽晚見到你，星期日母親節亦都見到你啦，好冇？好，多謝你請我啦。咁樣諗住有個 show 啦。係啊，我真係好多謝你做義工，真係好多謝晒你噶，好冇？到時見你，多謝你，拜拜。拜拜。你買咗飛未啊？剩翻個位置真係好少啊，好緊迫噶啦，快啲啦！今個星期日7點鐘，專席喜宴酒家共聚母親節慈善晚宴，預咗你，亦都希望見到你，帶埋你媽媽嚟啊！我哋影下相啊，傾下偈啊，玩下遊嚟。我最愛雨後出現的彩虹，因為彩虹像你。我最愛夜後出現的燭光，因為燭光像你。我更愛眼中飄落的白雪，因為白雪像你。像彩虹最繽紛，燭光滿希望，白雪純潔的你。看見失落方向，心有力。牽手等候彩虹的來臨，相擁等候燭光照大地，我心感謝你，叫我學會付出真關係，化身彩虹燭光擁抱你，你和我和你，共赴愛的樂章不分離。頭先咧同黃安帥細佬傾下偈啦，咁聽日咧我會請嚟另外一位嗰晚咧，即係即將都會出場嘅幫手嘅朋友，佢就係星期六你聽到做節目嘅陳嘉文啊 Carmen， 我琴日聯絡咗佢噶啦，好冇問題，聽日食飯時間就同你傾電話啦，哇好一於咁話。好啦，咁未買飛嘅朋友希望盡快啦吓，咁亦都好希望你能夠支持呢一節嘅善事，到時希望喺轉世喜宴嗰度可以見到你。無盡天空下。呢個係發生喺160年前非洲一個真人真事。喺呢一日，新蓋就好似平時咁樣，帶住春天耕種用嘅種子，去自己屋企嘅稻田嗰度做嘢。
係點知喺路上邊，佢突然間俾人綁架，賣咗去奴隸船上邊，而佢嘅鋤頭喺搏鬥之中唔見咗，佢嘅衫袋入邊仲殘存有幾粒種子，喺海嗰度漂流咗足足2個月。奴隸船停靠喺古巴嘅海岸，新蓋俾人帶到去奴隸市場，俾一位西班牙人買走咗。佢同另外52個黑人奴隸一齊上咗一艘租嚟嘅船，叫做阿姆斯達號。呢一艘專門為近海運送奴隸而建造嘅小型運輸船，船上邊除咗船長同埋2名水手，仲有一個打雜嘅黑人，一個黑白混血嘅廚師。船慢慢駛離古巴海岸，新蓋都唔知道佢自己將會俾人帶到去咩地方。佢憂心如焚。夜晚佢利用上甲板嘅機會問嗰位黑白混血嘅小廚師，佢想知道佢哋呢一班人將會俾人帶到去邊一度。而小廚師就想捉弄一下呢個黑人，佢用對手做咗個手勢，做咗一個切菜嘅動作，意思好明顯，就係殺頭。當新蓋翻到船艙，佢真係萬念俱灰，對前途同埋生活唔再抱任何嘅希望。就喺呢個時候，佢隻手摸到自己衫袋入邊剩低有幾粒殘存嘅種子。嗰剎那，佢諗翻起遠在非洲嘅妻子，仲有3個可愛嘅仔女，仲有等待佢播種嘅土地，心裏邊突然間燃起強烈嘅求生慾望。佢決定要反抗，於是佢馬上話俾船上邊其他嘅黑人知道，一到目的地，佢哋就會俾人殺死。佢說服大家同佢一起暴動，一齊捉反。嗰晚狂風大作，暴雨雷鳴，喺雷雨嘅聲掩護之下，新蓋首先鑿開咗自己嘅鎖鏈，跟住佢去幫忙其他嘅黑人鑿開晒啲鎖鏈，然後靜靜咁樣爬上後艙，攞咗貨箱入邊嗰啲甘蔗刀，靜待暴風過去。到黎明嘅時候，佢哋一班人跳上甲板，經過1個鐘頭嘅血戰，船長同埋小廚師被打死，2名水手跳海身亡。新蓋同埋嗰班黑人用武力控制咗隻船，但係阿姆斯達呢一隻咁細型嘅運輸船根本唔可能送佢哋翻到去非洲。喺船上邊漂流咗2個月，佢哋竟然漂入咗美國嘅海域，喺紐約長島被美國海軍截獲咗佢哋。新蓋同埋船上嘅黑人被控犯有謀殺罪、海盜罪，被帶到聯邦地區法院嗰度受審。呢一次都係美國歷史上面著名嘅阿姆斯達案。阿姆斯達案歷時18個月，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經過審理，認定呢班黑人係非洲嘅原住民，佢哋被綁架同埋非法咁運入古巴。如果一個人係被非法挾持嘅時候，佢絕對擁有自衛嘅權利。因此呢一班人喺阿姆斯達號上嘅暴動唔能夠被定義為謀殺或者海盜。終於新蓋同埋黑人佢哋贏咗呢一場。8個月之後，佢哋搭上離開非洲嘅船。新蓋企喺甲板上邊，望住越嚟越遠嘅紐約海岸，心裏邊有無限嘅感慨，因為佢知道佢呢一生唔會再踏上美國呢一片土地，但係美國呢個土地將會永永遠遠咁記住佢，歷史亦都將會記住佢，因為佢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個被賣到奴隸船又能夠返回非洲嘅自由人。
誰陪伴我風雨中強渡？時常望你會飄動，為何讓我一旦於眼前，又怕消失最美好？原來愉快竟似意料，但無意去更失措，仍沿着我心意走我路，沒有一天願停步，孤身走不見路，我小心風似刀，無後悔心中傷了再遇，走錯冤枉的路，幾番苦苦掙扎，又再跌倒，還餘剩一口不計氣力，都會多走一步，走出天意既定的命途。愉快輕似意與夢，難留意去更失措，仍沿着我心意走我路，沒有一天願停步，孤身走不見路，我小心風似刀，無後悔心中傷了再遇，走錯冤枉的路，幾番苦苦掙扎，又再跌倒，還餘剩一口不計氣力，都會多走一步，走出天意既定的命途。無後悔心中傷了再遇，走錯冤枉的路，幾番苦苦掙扎，又再跌倒，還餘剩一口不計氣力，終會給我走到，走出天意既定的命途，終可以靠豔陽懷抱。無論任何膚色、任何族裔嘅人都應該受到人嘅尊重，因為我哋都係大家都係地球上面生活嘅一個人。頭先講個故事，我覺得好有意思嘅，記住佢咧，自由的種子。鄭秀文唔係，呢個係陳秀文，陳秀文嘅豔陽同你講一聲再會啦。咁聽日同樣時間12點鐘。